國民黨中央啊，抵制製造刀卡來抗議，講陸委會去阻擋農民的出路，但是即馬向檢舉，咱等下看好詳細。講這刀卡頂頭釋起的憑證，根本就是唔是要出口的往來釋起。前設主席廠陸委會副主委劉文傑兩隻手把釋起扣掉了。國民黨中央用 AI 做刀卡，控訴陸委會阻擋農民出路。表情艱苦的釋起，就叫民進黨台東縣黨部主委張玉成講，這明明是台東人家己佇咧食的大麥釋起，並不是出口外銷的往來釋起，品種根本就無共款。我們沒有阻擋。你要賣水果、賣農產品，兩岸政策是中央地方要一體。在台灣幾乎沒有內銷的市場，它90%幾依賴這個大陸的採購，可以說是一個完全要養中共鼻息的這樣的一個農產品。政府應該要思考的是，怎麼樣讓這些農產品可以銷出去，而不是一句台灣人幾乎不吃，然後就否定了我們這整個台東的鳳梨世家的產業。除了農產外銷，宗教連結嘛是中國的慣用手法。中國國台辦宣布官方舉辦2026年光節中華人民開基礎國旗大典，在台灣賣當地舉辦相關活動。台灣合作的廟就是3店鋪的新式宮，董事長是身兼國民黨副主席的李乾龍。那這個活動我們已經注意很久了。那先社宮的董事長就是現在的國民黨副主席李乾龍啊，也就是前一陣子被裝追蹤器的那個哈。純粹宗教，我們自己拜我們自己的，他們往年也都這樣在講啊，沒有什麼特別的牽涉到政治上或什麼嘛。兩岸議題vẫn未線會釋起到宗教活動，朝野兩邊攏有各自的想法。